台南市药师公会甲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共同开发居家防疫茶，讲迄个味真清芳，会当互紧张的心情来放松。今日乡亲大家咧注意中央甲地方的疫情说明记者会，心情对这个确诊的人数伫起起落落，这时提出来上需要来一杯放松心情的茶。台南市药师公会甲国家中医药研究所共同调配出这个居家的防疫茶，由薄荷、青姜、桂枝、甘草等组成的，煮起来口味真清芳。你可以将2000cc 到3000cc 的水加1包的防疫茶，然后沸腾之后再用小火熬煮15分钟，冰饮、冷饮、热饮都不错，尤其是它喝起来甜甜的。因为即摆袂使招人来厝里泡老人茶，伫居家防疫期间，家己泡一杯防疫茶，安尼心情较袂压胀。喝防疫茶，好，然后主角老人茶，好卖群聚，呼吁大家保护自己。目前台南市有一寡药局有药剂师会使协助甲这个防疫茶直接摕转去煮来啉，啊若有问题会使询问。